曾经伫国庆表演台湾第一期结合台群特技甲舞蹈 VR， 嘛受南方购物中心的邀请，伫室内广场震撼表演，除了互大家看甲入迷、掌声不断。迄款的气势，更是向前百岁要突破经济的难关，用各种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购物抢便宜。当然，面对无景气甲市场的竞争，南方透过世事大会不断祭出加码回馈，就希望成为民众消费的第一选择。同时，会长嘛用拍棒球团队合作精神，展现全力冲破18亿业绩的决心。勇往无惧，冲破18亿！打击冲今年是第11周年，我们的目标18亿，希望继去年我们做了17点多亿呢，今年再次来做更好的业绩。那今年我们的回馈很高，主要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客人，给我们台南的民众们有更好的消费上的优惠，能够买得更过瘾。我们今年的总优惠到20%的回馈。不管是台军的气势，或是棒球的精神，南方购物中心将11周年庆加入运动元素。希望对10月1日开始到11月5號這段期間，伊地館8大流行生活大店加匯集超過400個國際品牌參與回饋，不只要讓消費者好康，嘛希望帶動台南百回消費熱潮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